恁着学罗摇花，着唱新的歌，学罗摇花。伫圣的百姓会中，学罗伊，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。大家平安。咱即摆要来吟诗学罗咱的上帝，圣诗第35首。我心实在学罗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，请大家安静心，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创造阮这款的美好，每一日拢有祝福的好代志要发生伫阮的身上。你予阮每一个人拢有亲像你特质形象的价值。天顶的飞鸟欢喜的唱歌，河水内面的鱼仔快乐的游泳，地上的花草拢有美丽的外衫甲香味。这个拢是你交托阮来管理的一切，享受你看作美好的创造。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带着救赎的恩典来到世上。毋是要审判阮，确实要替阮受定死，用重价身躯来赎阮回来。阮只要靠着接受对你的疼痛，愿意放落阮的骄傲，你认罪，信靠主，无需要靠着行善事积功德。你的光就要照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赶走阮的黑暗。得到永活生命恩典。
阮要伫遮你认罪，赦免阮无法度饶恕别人的辜负，但是佫定定袂记你对主领受的恩典，有时佫埋怨主无应允阮的祈祷。求主饶赦阮用无用来做借口，无温困的做圣工，互恩典离开阮愈来愈远。生活中的烦恼忧愁，互阮不安，但是无表示阮就会使乱想去伤害着阮身边所爱的人。求主互阮领受恢复甲厝的中间和好关系的祝福，也赦免阮连家己拢讨厌的自私、自专甲冷淡，放杀虚假欢乐。名声、地位甲金钱，阮要赢过自我的欲望，来征服比别人搁较得到祝福。主，阮即马要替阮中间身躯有病痛、事业有困难、心内有苦楚、人际关系有窒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你伫世间也经历了酸甜苦涩。阮出声甲无出声的祈祷，你拢斟酌咧听。阮无办法甲别人讲的心事，主你拢明白。阮会使将这的苦事困难全然的交托给主，求主施落医治伫阮有需要的人的心上。阮的能力、财富、身份、地位，拢是你所赏赐。既然出自你的心意，阮拢无感觉见笑，所以阮欢喜夸口家己的软弱，好叫着基督的能力伫阮的身上复辟。阮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就得到你的光强，因为输赢并无伫阮，乃是伫神。阮无要征战，但是要准备好阮家己，看耶和华为阮施行拯救。阮要用祈祷、忍耐、甲顺服、听候圣灵的工作，用信心照着苦难进入更较水的属灵境界。也求主帮助阮对圣工的服侍，无因为已经习惯服侍的内容，就轻忽了对神敬畏的态度。互阮伫每一个服侍中，拢明白阮服侍是大君王，也学习为着正人洗脚的道步精神。伫每一届礼拜聚会中间，带来甲以前无共款，搁一届圣灵感动。阮的小组团契、诗班、祈祷会，期待生命中搁一届去互主改变。求主帮助阮时常有比家己得救得恩的经历甲见证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拢会使分享予需要拯救的灵魂。也求主互阮牧者、中级会友有属天的恩赐，来扩展相连的老人、青少年、儿童的事工，做好尽忠管家的职分。互阮的服侍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福上加福。也求主今日大大恩膏传讲主你信息的蔡牧师有大异象甲大能力，圣神运行伫阮每一个人渴望的灵魂的中间，互讲的、听的甲服侍拢得到大能力、大感动，去跑走传福音的路程，一直到得到主你所赐的免流。阮祈祷总是无够呀！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
咱即摆要来启用，启用文14篇，诗篇第57篇，启用文14篇伫圣诗后面第21页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要投靠伫你实果的庇护。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。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。我的性命伫屎中间。伊的喙齿是枪是箭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。伊互我的骹步设路网。伊伫我的面前开陷坑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，起码色啊，恁着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主爱大到伫天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。咱即马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第13首，第13首。我捌吞论天后上帝，请会友起立来吟全首。
众请坐。接来，妇女和合唱团要引带咱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。因要吟的诗是：亲爱的天父，我要感谢你。这亲像天使的歌声，咱拢归荣耀予咱的上帝。今麦要来强读上帝的话，
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第1到第12节，现代中文译本伫748页，台语汉语本伫648页。诗篇90篇第1到第12节，请大家掀开座位前的圣经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。主啊，世世代代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众山也无被造，大地甲世界也无形成。对古早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你叫人返本归原，你互因回归土粉。伫你眼中千年那一日，就亲像过去的昨昏。像夜间的一更，你亲像大水一样，甲阮冲走。阮的生命短短那梦，阮亲像早起时发芽生长的草，早起时生长茂盛，暗时凋萎枯焦。阮互你的生气消灭，阮因为你的发生惊吓。你甲阮的罪孽摆列伫你的面前，甲阮稳重的罪过显露出来。阮的年月伫你的大生气之下缩短了，阮的生命亲像吐一口气消失了。阮的一生年岁不过70，健康的可能到80，但所得到的只是劳苦愁烦。生命10000年消失。阮拢要正做过去，谁知影你生气的威力？谁明白你生气的可畏？求你教示阮，算少阮短短的年月年日，好互阮搁较有智慧。愿主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。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木心系列第2讲自我，请大家准备心来领受主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礼拜有讲到，当咱用圣经的角度去看咱本身的时阵，咱会发现咱是被上帝所接纳的，咱是有价值的。同时，咱嘛知影，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是爱负责任的。今日咱要继续利用上帝话来看这个主题。对圣经来看，咱人到底是什么款的本质？咱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当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这是阮静静听候你，听候你对阮讲话，互阮明白你的计划，你的想法。主啊，阮这时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的心，互阮会当真实了解你的话语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透过安尼来荣耀你，也互阮领受祝福。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今仔咱所读的经文是诗篇90篇，这首诗是蕴含着真深的人生的哲理的一个真水的作品。有人认为伊是摩西晚年的时阵，当伊要行完这个旷野的路站的时阵所写。咱理解，当伊回顾伫这旷野流浪真长的岁月中间，一开始甲伊做伙出埃及的这东行的人。一个一个拢离开世间，伊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常，是无法度完全掌握的，所以伊就写了这段诗句。这首诗对咱来讲，会当帮助咱去明白生命真实的本质甲伊的意义，所以咱爱真详细来看。咱伫顶回有讲过。咱的生命是上帝所接纳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有责任的。但是咱嘛爱正确来了解咱生命的真相。
咱伫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安尼讲，讲上帝啊，你互人返本归原，就讲人是对土粉所造成的，有一天，上帝互咱会回归土粉。伫你眼中，千年亲像一日。讲咱的生命，短暂那亲像眠梦，那亲像滚一醒相款。咱亲像早起时发生的草，早起时发生真茂盛、真水，真缤纷灿烂。但到暝时收割，就凋萎孤单去。所以，这做事的摩西，伊感觉讲人生是无常的，是咱人完全无法度掌握的，甚至咱嘛无法度用咱的想法，互家己的性命延长一刻久。好亲像花草相款，100年就消失。所以咱人生真正是无常，真正是无法度受咱本身掌握。有一寡性命甚至是咱讲100年久就消失了。所以虽然咱真无爱去面对，但总是咱真实来想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咧等待消失。拄则圣经甲咱讲吼，咱的一生的年岁不可70，永壮会当到80。咱今仔日医学科学较进步，延长咱的寿命，但是总是咱会当活超过100岁，但是伫历史中间比起来，其实嘛是100年久，真短暂的时间。所以伊讲，圣经的作者讲，咱伫即个一生的年岁中间，所夸口的只是劳苦忧愁，生命100年久就消失，咱有一天拢会真做过去。就是讲，有一天咱拢会真做历史的一部分。这是生命的本质，是生命的现实。无论偌久，有一天咱总是会过去。其实，咱理解，无论生命会长会短，咱每一个人有一天拢需要面对咱肉体的死亡。无论你今仔日偌成功，或者是你的生命状况是安怎，你是王亲贵族，你是平凡百姓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面对死亡。生命的本质就是遐尼软弱，就是天后消失。亲像一个囡仔咧碰水共款，咱伫细汉时阵碰起来，咱做出力想要将这水留伫咱的手中，但是有一天总是会流掉去。咱的生命就是咱的本质就是安尼。这款的生命本质，咱人到毋忘，所以做事的摩西，伊看见到伊的老朋友一个一个拢离开。伊嘛行到人生的路尾的时阵，伊有这款的感叹。但是，当伊自身去看咱的人生的时阵，伊去想到一点，伊讲：因为生命有一天一定会消失，所以咱应该爱把握这有限的生命，互伊成做真侪可能性。所以伊求上帝啦，求你假使阮数算家己的年日。通互阮的心有智慧啦。讲咱咧真数算的意思是安怎？数算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爱真在意、真珍惜，是爱彻底去明白生命真实的意思，然后好好来把握，互咱这个短暂有限的人生，虽然一定会过去，但是伊袂当过了不明不白，袂当过了清清彩彩。咱应该爱学习。数算咱家己的日子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人生来看，咱有一天拢会过去，看起来亲像无意义，但总是，其实你要明白，因为咱是上帝所保守的，咱是有价值的，咱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换来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利用这个短暂有限的人生，来创造真侪可能性。咱一定要学习安怎去数算家己的日子，每一天拢要值得咱珍惜。数算咱家己的日子，是咱爱学习的功课。所以
今仔牧师要用3个部分，甲大家做伙来学习，安怎去珍惜、去数算咱的日子。第一项，咱来学习的就是，咱来用真认真、严肃的态度去看，到底这个时刻是虾米代志在支配咱的人生？咱人生会互真侪代志所主导，有的是正向的，这真好；但是有的是负面的，咱着爱真认真去看这个代志，来改变过来。在座有一寡人会讲啊，我的年纪已经真大，这个问题是少年人应该爱思考的，甲我无真大的关系，这是毋对的。无论你的年龄偌大偌细，咱拢应该爱真认真严肃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利用咱所存的这日子，会当造成真大的可能性。所以，咱第一项就是爱来了解，到底是虾米款的力量来主导咱的人生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几个部分，这拢是负面的，咱来去调整。第一项，有一寡人是活踮伫别人期待下面，有真侪人活踮伫家己的父母、家己的另外一半，活踮伫家己的儿女，活踮伫家己的朋友的期待顶面。顶礼拜牧师都同大家讲过，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下面，用别人来决定咱的价值是真痛苦的。但而且有一点爱来大家澄清，如果因为信仰的关系，咱甘愿为着别人来活，亲像保罗同款，这是幸福的。但是而且咧讲的毋是安尼，而且咧讲是讲咱一直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下面，为着要互别人欢喜，咱袂记起家己。袂记起家己伫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计划，袂记起咱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有真好美好的心意的时阵，咱会活了真痛苦。所以咱来纠正过来。我看到真侪父母为着家己的囡仔咧活，将家己的囡仔当作家己生命的主宰，即款的父母袂欢喜。我嘛当时我过去咧做学生工作的时阵。我拄着真侪少年人，伊嘛感觉讲，伊的人生无想要互伊的父母决定，伊决心活踮伫即世间是为着要完成伊父母过去无法度完成的期待。其实伊有伊家己人生的计划，伊嘛了解上帝爱怎引带伊，但是伊的父母一定爱伊照伊父母的计划去行，所以这无一定真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是活踮伫别人控制支配的人生，咱来做调整，咱来去敲做，到底什么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？第二项，有的人是活踮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，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是真痛苦。有一寡人一直想要伫生命中间累积一寡代志。伊认为我累积这物件会互我更较快乐、更较安全，互家己变了更较重要。但是就亲像咱所知，物质检测会为咱带来真短暂的快乐，但是无法度满足咱整个人生，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喜乐。被物质所支配的人生，就亲像顶礼拜牧师所讲的，将人的地位放毋着所在，将物质放做伫咱的顶面，成做物质的萝卜，这咱来调整。第三，有一寡人是被罪恶所支配人生，有一寡人的人生被邪恶歹的代志所主导，这代志捆绑、束缚伊的人生。有一寡人伫人生中间可能犯一寡错误，但是伊一世人不断后悔，所以伊受到这个后悔来控制伊的人生。伊常常咧想这个代志，所以伊受到伊的回忆所掌控，生命拢活踮伫痛苦的回忆中间。这种的人无法度活出真实有意义的人生。咱来想看卖，如果摩西伊一世人拢怨恨，拢后悔。怨恨家己一时冲动去杀死人，所以若永远拢伫踮伫这旷野内底，伫遐埋怨，伫遐怨恨，讲我过去为什么一
一时的冲动做毋着代志，安尼伊就无法度受上帝呼召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咱看保罗，保罗若一世人拢咧后悔讲啊，我过去迫害上帝的教会，我还犯遐尼济错误，伊永远无法度对即个怨恨的中间行出来。安尼真济外邦的教会都袂当被建立起来，伊就袂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，成做外邦的使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可能犯错，嘛当安尼讲，咱的人生无可能无犯过错，但是绝对毋通互过去的错误所支配，来毁坏你整个的人生。咱来对后悔了爱改变，按伫上帝恩典下面行出来。嘛有人毋是家己犯错，是别人犯错，互伊受到伤害。啊，结果伊永远活踮伫迄个伤害中间，因为伊无愿意赦免，无愿意透过疗赦来解除苦痛，反倒当互即个怨恨掌压伊整个的生命，或者怨恨苦毒伊的生命。咱来理解别人的伤害，别人伤害咱是一时啦，但是怨恨会伤害咱一生。我嘛看见着真侪人，将迄个怨恨的苦毒放伫伊心肝中间，1冬、2冬、3冬、5冬、10冬、20冬，那想到这代志，伊就生气，结果伤害伊的人无感觉安怎，伊家己一世人拢艰苦。咱来对这怨恨中间，透过疗赦来行出来，有的人被惊吓所支配。咱来理解，这惊吓会互咱的生命萎缩。有一寡人因为生命中间不幸的遭遇、错误的驾驶，或者是对上帝的认捌无够，产生伫世间产生着真济惊吓。这惊吓互咱的生命无法度喘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数算咱家己的日子，先爱真认真严肃的心来检视，到底现主时什么货代志来控制你的生命？如果是这负面的代志，你要决断行出来，要突破这困扰。上界重要就是咱要去操作正确支配咱的力量，安尼咱的生命才会有意义。咱顶礼拜有讲过，伫上帝眼中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宝贝，拢是受接纳的，拢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咱一定爱将咱的生命交托互这个听咱的上帝来主导咱的人生，安尼咱的人生是上界美好的。那安尼，明仔互上帝来主导咱的人生，就是咱来进入第2点，就是咱来去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。咱真实来去理解，咱要知影安怎互上帝主导咱的人生，掌握咱的人生，咱来先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。咱来理解，上帝对创造世间进行的认捌咱，所以照圣经中间所讲的，雅各书第1章18节讲，伊照伊家己的旨意，借着真理的话创造咱，互咱伫伊所造的万物中间徛第一位。所以上帝对咱的生命中间有真重要的心意，咱来先明白伊创造咱的目的。当然，上帝造咱每一个人，检测有无同款的计划，但是伊有一寡共同类似的所在，这是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3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期待咱爱哪来哪亲像耶稣。对圣经一开始伫创世纪中间记载，上帝是照什么货来创造人？是照伊的形象来创造人嘛？所以照理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形象所创造的。但是人因为罪恶的缘故，失了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上帝疼人，所以找见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，一方面救赎咱，一方面也互咱明白上帝的形象是安怎。所以圣经真清楚同咱讲，咱受造的目的就是要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啦。因为咱看到罗马书第8章29节讲，因为上帝有先知影因，将因有先精选出来，互因会通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
相款的特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，咱今仔受上帝竞选出来，上帝是以爱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相款的特质啊。所以，咱来真认真来读圣经，了解伫圣经中间到底耶稣是安怎做，咱着爱学习，透过安尼，咱会当恢复真正人的形象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第二项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上拢有无共款的计划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咱原本底是伊的工作，这工作吼，伊的原文的意思是讲，咱原本底是上帝的杰作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咱是伊杰出的作品，是安怎做的？是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做成，为着要互咱行好，行好的意思就是讲，哪来哪亲像上帝。所以，上帝对你我的人生拢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所谓咱人生的使命。所以你去了解上帝的计划。当然，咱今仔无要将重点放伫遮吼，咱伫后一讲、第三讲的时阵，牧师较要甲大家做伙来看，到底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是安怎？但是牧师毋茫讲，今仔日有一个功课派互大家，恁回去了吼，爱好好去思考。上帝恁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恩赐，有啥物款的计划，爱你去完成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咱来理解，上帝爱咱完成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，是期待咱会当荣耀伊，而且带互别人祝福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就是既若称作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着家己的荣耀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的。上帝是为着伊的荣耀来创造咱。咱理解上帝并毋是自私哦，上帝原本咧就配得到荣耀，伊得到荣耀的时阵吼，咱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幸福。因为咱顺服伫伊的计划中间，咱互伊的名得到荣耀，咱本身也领受祝福。所以这是上帝创造咱的三个真重要的目的，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。而且完成咱的人生计划，互咱的生命会当荣耀上帝，利益众人。咱伫后一讲的中间，会甲大家针对这个主题继续来看。但是牧师要继续讲今仔日的上落尾一点，就是要数算家己的日子吼。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态度，咱爱去学习，就是爱更新咱家己自我的生命态度。因为咱拄则有讲过，咱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咱因为咱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咱爱更新咱的生命态度嘛。咱爱活出一个积极的生命的态度。第一项，咱爱学习的就是讲，咱爱开始为着一件代志做准备。什么代志？就是为着永远活来做准备啊！咱中间拢有真侪人捌出去旅游嘛，吼，甚至出国去旅游。咱如果若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佚佗，咱拢会做准备嘛，吼。咱来了解讲迄个国家的天气、迄个国家的环境、迄个国家的文化，甚至咱来学几句即个当地的语言，吼。安尼这旅程就较顺利、较快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将来是爱去到天国的所在，你即马就爱做准备啊！咱即马就爱开始为着咱将来要去的所在做准备。实际上，上帝已经替咱安排一条道路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，咱将来会当去到遐。咱伫这个地面上，上帝互咱有教会，透过教会生活，咱来学习将来要去到天国的所在。过来，咱因为知影咱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咱来珍惜咱的生命。珍惜生命上较好的方法，就是将每一天拢当作是生命最后一天来活。咱知影真侪无共款文化的下面吼，拢有请安的话对无吼？像咱台湾人过去的时代吼，咱见面的时候讲食饱未对无吼？意思讲，因为迄个时阵物资较欠缺吼，食饱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。所以咱用食饱未来祝福对方。真侪无共款的文化，比如讲原住民的布伦族，因的请安的问话叫做
弥呼弥撒，弥呼弥撒意思就是讲，你敢要有咧喘气啊？吼，讲啊，记着面讲啊，你要有咧喘气，会晓活咧，要活了真好，这是一种祝福。我捌看过一篇文章吼，伊讲有一个修道院内底吼，这院长吼规定因吼见面的时阵吼，爱互相请安的话是安怎？是讲爱知影你会死啊，吼。因见面就讲爱知影你会死吼，咱家己讲就好，对着新朋友毋通安尼讲吼。但是即句话是提醒安怎？用即句话来提醒对方，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有限，咱爱把握咱的生命。有时往往恁转去，就爱想即件代志。如果咱拄着生死的关头，咱拄着一个意外，咱知影咱的生命有限的时阵，如果迄个时阵你会当拍几通电话，你会拍互啥物人？你会对伊讲啥物款的话？虽然咱即马现在拢还未面临生命的危机，但是我相信遐话拢是咱真心想要表达的。毋通等无机会的时阵，咱要讲嘛拢无机会啊！我常常伫电视的报道，也是报纸的报道中间看到一寡人有生命的危险。比如讲，我前一阵嘛看到一个人摕着伊的太太的相片，去世界去佚佗。伊讲过去有答应伊的太太要带伊去倒位，结果一个意外，互伊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。我相信伊的心中一定充满真侪遗憾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等于爱想，咱的生命中间，敢有啥物代志应该做，正确应该爱做。如果若无做，咱的生命会有遗憾的。请你这个时阵，你着勇敢去做，莫阁听候。毋通若准咱一定有明仔载会当来做这件代志。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。咱的生命是遐尼短暂，咱应该爱充分利用来做有意义的代志，互咱的生命完全无遗憾，会当尽咱这有限短暂的生命，来完成上帝爱咱做的每一件代志。今仔是圣神降临节，牧师是何等期待这个时刻圣神的运行伫咱的中间。互咱每一人拢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，也愿意更新咱的生命态度，互咱真正去活出会当荣耀上帝、会当利益众人的生命。这时阵，牧师要请大家把目睭开开，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。牧师也要为着大家来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求的主。阮感谢你，你赏赐阮遮尔宝贵的生命，互阮会当利用阮的生命来做真侪有意义的事。但是，亲爱的主啊，阮的生命常常受到一寡无好、负面的力量所掌握，互阮的生命无法度完成你所期待的计划。主啊，阮真侪人受到真侪无好的事的捆绑，有时阵活踮伫别人的期待中间，无法度活出你所期待的生命。有时阵阮受到这世间物质的引诱支配，诚做物质的奴仆。阮无用刺激，但总是找袂到真实的目标。阮嘛有真侪人活踮伫后悔中间，活踮伫怨恨中间，活踮伫真侪遮负面的情绪惊吓的中间，直到阮无法度真实活出你做阮的目的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真实了解生命的本质，活出上帝意爱阮活出的生命。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
对当开始，就会当更新阮生命的态度，去做有意义的事来荣耀上帝。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即马要过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听。圣诗第161首 A， 上帝所赐活命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。伫奉献的大声，我要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双连教会的新朋友。恁若伫外面还未填留名卡，咱坐位面前有留名卡，请你家己填好。当阮的执事来收奉献的时，你交互奉献的执事，互阮有机会来甲你欢迎介绍。即马，咱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。
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赐阮才能，阮即马要献上阮的时间、才能、金钱、甲性命，做主圣工的路用。求主嘛，丰有智慧来好好啊珍惜主你所赏赐的一切，来用做该用的所在。阮献上阮的感恩祈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即马要来做简单的报告。咱先开周报第4页，上面顶第1点，本周特别的事工，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，互咱时常用祈祷的心，透过灵修甲祈祷，恳求圣灵光照咱的生命，引带咱所行的道路。互咱正做世上的光甲盐。第2点，集体关怀。第1点，本会会友当玉叶姊妹伫5月18安享主怀，有定伫6月13。本周是礼拜4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来举行日念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。本会会友张洪恩姊妹公公林兆基先生伫6月7日安休，有定伫6月12号。本周礼拜3上午8点40伫台中市大雅区中清路，要伫家己的厝举行公祭，请兄弟关心代祷。第3点，恭喜本会会友林小忠甲林淑慧伉俪的后生林念祖先生甲陈昭慧小姐，定伫6月15，本周6下晡5点，伫民权路金宴会馆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。咱先开第5页。的上面顶中保大道事工，本会中保大道事工要伫7月7日正式的开始。伫本主日开始，咱伫座位头前有放个人的大道卡是黄色的，甲教会事工的大道是蓝色的，甲大道的应允感谢卡是红色的。若有需要的兄弟姊妹，会使写好来交互投入去10楼甲7楼的大道箱内面。阮同工会甲伊收起来，会替大家的大道的事项来进行大道。6月23礼拜日12点，关于这大道的事工，要伫9楼会议室举行同工的训练，请已经报名的同工来准时参加。第6页上面顶，这礼拜以佛所需查经班的课程，因为配合上大的结业典礼，所以拜2、拜4的课程暂停一届。搁过来这团契的消息啊，大家斟酌家己来看。第8页，才有33位身体欠安的兄弟，请大家注意来甲伊祈祷，来祝因平安健康。
再来，咱即马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加牧养代祷。大家平安。咱中间毋知到第一遍来，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，在中间。无吼。牧师来补充报告吼，说明清楚吼。咱伫7月份开始，咱就会开始推动一个代祷的时间。这代祷的时间简单来讲，就是有一群兄弟姊妹会伫教会中间吼，排班来替大家祈祷吼。这个时间其实是咱所有的人拢会当参与的。变啊参与，就是讲，你会当将你知影需要代祷的代志，包含你本身吼。如果是个人呢，对人的部分，你会当写伫咱头前这黄色的代祷卡，来写较详细吼。然后咱来放伫咱的外口有迄个代祷箱，咱来录伫迄内底吼。如果若是对教会事工，还是讲代志的吼，你会当来写即个蓝色的代祷卡吼。你写了。这兄弟姊妹因得排班伫教会中间替大家的代志来祈祷，而且这代祷的时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讲代祷的人吼，伊拢袂将这代志对别人分享，所以咱能放心将咱需要代祷的代志拢咱写伫这顶面，录入去这代祷箱内底吼。如果若上帝已经有回应，吼，咱会当写红色的吼，粉红色的这张代祷卡。来回应卡，来回应上帝恩典吼，来感谢这服侍的人。所以这个时间吼，牧师希望讲大家做伙来参与吼。较侪人参与伫这个时间，咱的快乐就哪济吼。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吼。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来甲圣殿甲你相亲近。主，阮特别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甲因三甲伫地，心内忧伤的求主你享受亲自的安慰，甲因三甲伫地，享受因到遐的快乐。肉体软弱的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，互因赶紧脱离这个病痛的控制。阮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拢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、你的计划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上尾咱即摆要来吟祝福的诗歌，圣诗第512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听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，庙岛谢温强受差遣。